古法磨豆的自留地。石磨黄豆，磨出绵密的豆汁，文火炖煮，慢慢逼出黄豆的鲜甜。黄豆和水也随之幻化成缠绵的胶体。等待运回城市后，卤水的洗礼。汤了吧，这豆花了。这是老王凭借过硬的手艺点出软嫩的豆花，深得堂姐器重。左手借助小水瓶，精准控制卤水量，右手摆弄着小铁勺，灵活翻滚着豆浆。卤水和豆浆相互渗透，为的是让每一颗蛋白分子都能拥抱属于自己的卤水离子。没点好，它这个浆就是空心，它就会荡。你好点好了过后，你看，这几分钟它就不会荡了。吃豆花了，豆花点好了。